高雄市长的补选，咱就来看国民党到底要派谁咧？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讲，人选已经在进行当中，即卖无方便来透露。若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是来呼吁，讲两党统啊共同来推出着无党籍的人选，来复制当年郭文摕选台北市长成功的经验。 国民党要派什么人参加高雄市长的补选？前主席朱立伦未赴将户口迁到高雄，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讲伊退休啊，和这个主席江启臣真伤脑筋。陆续在征询当中，内容细节我就不方便讲。党内天王无要来，被点名人选包括有新口不分区立委吴怡丁、前立委黄兆顺、林国健、甲市议员黄孝庭、黄碧林、甲高雄市党部主委曾启旺，还有可能甲台北市长郭文摕的民众党合纵。 我们会保持最大的一个弹性跟空间，来找到最适合的人选。如果要问那个政治题目，等一下你再拜托议员总执行问就好。郭文摕甲槟榔县长潘明安做伙推广观光，无想要加讲，却伫议会质询的是对着合作采取开放的态度。只要是好的人选，不一定甲什么人合作，一定袂甲什么人合作。加上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呼吁两党会使共同杀出无党籍的人选，或者2014年郭文摕参选的经验，就看敢有法度再出奇兵，迎战想要攻复高雄的民进党。